徹查真相，平反六四，人人都是李旺陽。六四鐵漢李旺陽冤死，激發更多人嘅良知走上街頭，要為佢討回公道。死因我諗係要徹查嘅，但係我諗除咗一個李旺陽，我諗中國仲有好多個我哋唔知嘅李旺陽存在緊咯。嚟聲援李旺陽嘅有香港人，亦都有內地人。呢一刻再冇中港矛盾，大家都提醒自己。我係提醒緊自己我如果中國共產黨有一日喺世上，我同我啲後代都會被吊死嘅。我好感覺到根本條繩已經吊喺自己條頸度，爭咗幾時拉近佢。雖然個個形形色色，但係佢哋嘅訴求都係同一嘅，就係要求中央徹查李旺陽嘅死因真相。今日人人都是李旺陽。除咗為李旺陽討回公道之外，佢哋仲有另一個願望。我哋仲要去達成佢嘅夢，佢嘅志願，我要平反六四。但係胡總聽唔聽到呢？你覺得個水話比我哋仲高會聽到咩？